那这一层就没有了吧？是不是？这一层还有？这一层还有。还有。泰国的所谓的曼谷的市中心呢，应该要先有一块地，这一块地不用说10几公顷、10几公顷很多啊。然后呢，这个是一个陆路的，过来，经过我们的护城河有这个桥嘛，车子开过来之后呢，先停在这个。我建筑的部分我是纯义务，我来帮你们做 handle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放心嘛，妈祖也给他波比啊。其实因为我是受西方建筑教育的嘛，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后来回来又在跟爸爸，因为我看了很多，但是回来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回来协助父亲的公司这样做也20年了嘛，协助父亲事务所的时候做的时候，然后再慢慢学的。我让他了解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让父亲过去所从事的工作，让他们也能够很有信心的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来帮他推展。第一个大战，美军来炸台湾，就是迄日5月31日啦，就是台北总统为中心受到500公斤的炸弹分2粒坠下落去，所以我烧3暝3日。提莫几斤嘛？真歹，我以前甲做，我迄种大，像迄亚一大厂嘛，八班哦，八班那个以前佢就拢烤的，拢烤的。你用我冇啥没搞。
这就是二战的时候整个总统府，就这个半边，就东南塔楼的这个部分呢，是整个是遭到一个炸弹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攻击。据我父亲回忆说，就是大概有一个10几公尺的一个大窟窿，就是炸下去了。那这个呢，这个就是大门，这个大门的那个角度拍过来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的炸弹从这个地方炸下来之后，这边毁掉，这边有一个大窟窿。讲了当初建筑材料缺陷，无法度通按照原来这个样体修复。人伊讲哦，3万万都要修全部完成啦，啊若无要枪毙。以那时候的氛围，你说实在的，一个台湾人要去做到这种工程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绝对都是老总统的所谓的浙江的这些他的亲信才能够去碰到这种最高机密的这个东西。但是今天既然是我父亲他那时候在营缮课工作，但是竟然他的长官能够指定派他去负责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那在那个时代的氛围里面，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啦。就那当然，当然除了深交调查很清白之外，我想最重要就是说，对于我父亲在这个工作上面的一种肯定啦。我跟你讲，我讲有守法遵守，这都无人像我这样的。总统府的那个入口的一个平台，在事实上它原始的这个设计呢，它是一个拱形的一个，对。当然，当初2战之后呢，毁掉了，那个就炸毁掉了。那因为物资的一个缺乏，所以后来呢，跟预算的关系，后来那时候我家父在设计的时候呢，修复的设计呢，就是把它改成这个平的方式。这个地方做成平了之后呢，老总统每年的国庆，他就是刚好可以走出来，等于是他的一个阅兵台。日据时代在这个地方上班，然后2战的时候破坏掉，他又重新做修复做修复。那事隔了大概就一甲子，我们又回去了那个地方。那当然，我父亲的感触当然是很多，他一定是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当然他也非常的高兴，就是能够有这个机会，再为这栋建筑物来做服务。所以你看，因为这当初因为有很多的牌坊、彩排，还有很多的吊具，所以当我们在修复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整个立面全部都是钉子，就上万根的钉子是让你想象不到的。要做这个灯光设计的时候的这个立面修复，上全部都是布满了钉子，所以布满了钉子，所以在光这个拔钉子就费了很大的一个功夫，所以尽量去减少到它整个的施工的一个破坏的一个程度。就像我所知道，我父亲是这样，他在1925年，那刚好也是民国14年，他是出生在
日据时代的新竹州桃源郡龟山乡的兔子坑的一个大湖顶的一个山上。我拢做10几末，6兄弟啊，4个查某。德国咱是去山德国，囡仔差不多6、7岁啊，6、7岁啊，人家是去德国。伫高山顶夹啊，高山较落来啊，算低啊，高山低啊，还是去卖5线。加州他排行第8，7岁他进入了这个龟山工学校。咱讲，咱属于那个山下囡仔较认真啊，还是点无咱公司啊。我非常的认真。我父亲从小就是很会念书，在学校的成绩都非常好。我大伯就跟我阿公讲，就是说这个弟弟呢，既然这么会念书呢，我们就好好就是栽培。大伯的这些鼓励之后呢，那他就决定到台北上来报考这个开南工业学校。我这个建筑专科的那个，我成绩真好，我成绩安怎真好呢？2线满分啊，将近满分啊。毕业之后保送进入台湾总督府工作，他们学校3个人里面有2个日本人，只有他1个台湾人进到台湾总督府的营缮科。是要3年的时间之后完成了这个训练之后，才能够代表总督府营缮科派驻到外地。他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把它完成。台北市の中心であるいわゆる城内は主として内地人の居住者が多く、城内の中心に総督府があり、この総督府から南にはほとんど办公室1年了呢，人8点办公，我7点就到办公去。人，我的总督府是4点下班，我6点就走。我就是加做3点钟久，所以我加做人一个，古早那苗土你知啊？苗土他们，我当一个人苗土2天苗1张啦，我1天苗1张。日本时代拄啊日本要败啊，要输去，2年前，就是开始咧准备做防空壕。因为那个美军要来轰炸，那就是他们在整个总督府里面所有人举办这个防空壕的这个设计规划。那结果评审出来的，我父亲是甲级的最优秀的加奖的特优嘛，中度甲中优，所以是变成总督官邸跟总务长官的官邸采用我父亲的设计，因为他在总督官邸就像台北宾馆，在那个地方做监造防空洞的这个设计跟施工的这个监造的时候，总督曾经到现场回来，就下班之后回来看到他在那个地方去监造。那个差不多4點4、50分啊，要5點啊。其他穿迄款日本衫满了就來。咱看到咱都捌咧，咱那个立正那个行嚟講我，台灣總督府營缮科某名人，直接咧監工這個防空壕，講師傅辛苦，講師傅辛苦。那就
问我父亲，就是说啊，这个要施工多久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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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少钱？对，多少钱，要花多少钱？多久才完工？哦，甲问啦，我甲讲，多少钱工程费啦，过无偌久，伊看了安怎等于半天，叫一个查甫的，也一块刀啊，一块椅啊，一个查某囡仔捧一个地盘，一杯咖啡甲一个迄落，甲一个鸡卵糕。安怎讲呢？迄个旁来人甲讲，总督说你非常辛苦，这个要请你。咱讲话在咧，咱草地人咖啡是做遮款，咱慢慢快，慢慢啉着。总督迄旁来的人甲讲。总督他说你太辛苦了，这个请。咱就唔看到咖啡，慢慢吃到咖啡。那叫非常一生难忘的。这个讲。以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很光荣，因为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台湾人啊，因为里面也有很多的日本的设计师啊什么的。那为什么会是台湾人？50个人呢，50-60个人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比赛。那既然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年轻的一个讲难听的小喽啰嘛，去拿到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当初嘛是日本人，你的长官嘛是拢日本人。咱殖民地的公民，咱讲起咱台湾囡仔，第一因为那个就是乡下小孩子嘛。乡下小孩子，而且讲难听点，殖民地的公民是2等公民嘛。你也无比人更较认真，无比人你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个的不平等的社会里面去出头嘛，是不是应该是？是啊。你感想应该是。我讲哪嘛，咱无你要比咱会出头。你无比别人较好，咱出头。就是拉宽了就是拉宽了。然后那个地方很热嘛，很热，所以我希望能够像泰姬玛哈陵一样有一个我有6个兄弟姐妹，男孩里面我是排老4，我上面有3个哥哥，然后2个姐姐。我大概从5岁开始，就经常被爸爸带着到处去看工地。我基本上我的童年都是在工地。从美国学完这个一身的技术回来，跟他一起共事的这段时间，我才能够去真正的去了解我父亲，就是我妈妈讲的一句话：“恁爸爸拢是在做假扮瓦腰的代志。”所谓的假扮瓦腰的代志是，我父亲他这个人是为兴趣而工作的，他不是为了赚钱而工作的。你要抓直线以后沥青就直接跟这个。他们告诉你，在共事的这个过程的20年来，我真的就发觉到我父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明他这种日本这种武士道的这个精神有点坏了。这个上次我们倒是有。台湾光复之后呢，各个省市的来自这大江南北，那这种口音都很重的，还有台语的，还有日本话、美国员外的这个英文的，所以在沟通上面，在工程的推展上面，沟通上面就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点，经常会鸡同鸭讲徛在窗仔外，你读暗时，人咧落雨风咧臭嘛是得，内底只补毛，我内底我伫外口嘛补毛，读2个月，所以学淡仔。咱这国语说讲北京语啦，北京语有诗啦，才会晓讲淡薄所以一半我拢会含课长会到了会读，课长讲这个年轻的留在他的边上，所以我真的就是在所有的工作拢我咧安排，甲这人嘛我咧安排，是。所以他在这15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做很多的记录，英文的怎么讲？
中文的怎么讲，日语的怎么讲啊？他把它整理了出书，叫做《建筑工程术语汇编》。啊，这就是有做建筑上，哦，这非常外派的呢，天空人巴呢，你看那红点呢，台湾红点呢，伊说叫我讲啊，哦，你这个，看看，哦，你这边宝贵，啊，对，跟住我喺第二号你做些经验，哦，你嘛真欢喜，真系第一步咧，你要行出去就哎这啊。他有去做那个什么建筑语汇的编辑啊，就没有人教他做这件事啊，但是他认为他该做，他就做。他真的是为了这整个建筑的环境啊，认为就是说，应该这样做，会大环境会更好。我父亲是在民国47年。他离开了公职，正式成立崇耀建筑师事务所。那他成立事务所的第一个案子就是省立澎湖医院啊。那时候卫生医疗条件很差嘛，那时候疟疾啦、霍乱啦很多，所以他早期出来开业的时候都是在做这省立医院。在民国52年，就是木栅指南宫凌霄宝殿。那指南宫是台湾第一个用钢筋混凝土去建造的庙宇，所以它地下3层，地上3层，总共是6层楼。经过了这一次之后呢，其实开立了一个先锋，所以开始很多的庙宇就开始使用钢筋混凝土。过去台湾的建筑的庙宇大部分都是木结构嘛，哈。现在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庙宇，现在很多做的这个庙宇的那个斗拱啊的形式啊，现在采玉柱的，就是当初我父亲这个就是采玉柱式。头一件设计庙，就是指南宫龙霄宝殿。哦，龙霄宝殿就是都要天公庙。头一件设计天公庙，因为主人问我，天公庙主人问，那要安怎算？设计要安怎算？我讲，免啦。我迄阵啊，40多岁了呢。我做成功庙迄啦哈，龙霄宝殿的时代哈，我设计好时吼，迄是开幕典礼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董事长就位哈，董事长出来，过来第二个就是设计建筑师李崇耀进场。我出来时吼，就甲炮甲放的吼。各队就甲我弹落吼，我毋知是遐行出来吼，很多人讲，哎呦，迄建筑师那遐少年啦吼，这样子，我迄阵啊未超40岁人来，天公庙设计天公庙，这个建筑师迄阵建筑师无庙无好多无人设计庙啦。我建筑师大概我毋知讲差不多70、80岁的款啦，我说伊讲，我这毋知40、50岁人尔。我是会当设计这个和人无共款吼，因为和人无共款哦。咱咧北方跟南方的混合照，我咧你跟山体顶、分顶的相关，所以很多人都这个非常欣赏啦。我安怎呢？我设计迄时我无个，我迄间是头一间的设计，较早设计4间庙也有啦。迄天公庙台湾第一间的头一个设计。爱情我们迄当初就妈讲我设计，我比赛比图比的，我买偌济钱啦？我讲免啦，凊彩啦。我袂使讲我长下来，你看底下抬落，这要讲价你袂使。我免安怎啦，免安怎啦吼，你随就好啦。我袂使，我无买啦，无买啦。
我无，毋是哦，毋是无爱互你啦。我讲无买啦，无买，所以我毋免提钱啦。我毋免钱的意思无买啦，无买提钱啦。伊讲袂使，伊直甲讲，我买啦，我买啦。伊就说毋知我的意思，我讲买啦。伊毋知我的意思，讲我了我买，无免钱啦。我哪有这免钱我讲伊啊测量的吼，叫人来测量，叫人来创个铺草铺迄个山迄东西，迄你害，恁害。啊，我这我创啊，我免钱。我创的我设计我免钱。当主席讲，今仔日这个吼，这个设计这个你重要建筑师吼，都是设计咱这个天公庙，无甲咱摕钱，应该就爱30万互伊，也无就甲咱摕半仙。天公啊，你那个保庇啊，吼，互伊食饱字，囡仔大细互伊平安顺遂。我咧想哦。我即句话吼，比趁迄阵啊30万啊，比趁100万较，迄当时民国55年比趁100万较欢喜。人家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这赔钱的生意没人做，但是很特别的，我父亲呢一生都在做赔钱的生意，啊，以前我跟你讲，就是说一生都是在做赔钱的生意了。作为他的小孩，我从他身上看到。他是一个很勇于付出的人，不管是朋友、亲人，或者是这个社会，他认为这个事情我能够对这件事情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帮助，有什么贡献，他就很愿意去做，哪怕是不只是不要钱，哪怕是赔钱，他都愿意自己掏腰包。这土地公啊，做个天公，做嘛做所有的事我拢有做过。所以因遐甲讲我，对我行上土洞。这地下地上土地公啦，顶面天公拢甲我顾着咧。具有200年历史的临安太古厝，建于清乾隆48年。林宅主人林志能从福建厦门请来80位唐三师傅，加上本地200多位工匠，利用大陆运来的山材、乌心石和花岗石材建造完成。四合院结构配置传统中国民间建筑空间，被视为台北盆地开发史上由早期农业聚落演变为繁荣大都会的历史文化见证。在民国66年。因为道路拓宽而将古厝拆除。当时有很多的专家学者都出来呼吁要救它，但是因为缺少一个法源去保护它，所以它就只能被定位为一个比较古老的房屋。民国67年，现任内政部长林洋港还在台北市长任内的时候，曾经慨然允诺。要把拆掉的临安太古厝一样重建在市政计划中的民俗文化村当中，但是4年半后的今天，台北市民政局却表示，配合民俗文化村迁建临安太古厝的计划已经取消了。当年以维护古迹的慎重态度所拆卸下来的古迹建材，在和平西路桥下的仓库里，正遭受着未可知的命运。负责拆建的建筑师李崇耀，研究台湾建筑多年的李乾朗，今天下午都前往仓库，对这一批被冷落的古厝建材做了一番检视。就发现了这个考铁路方面呢，这个屋顶上面那个马路那个接缝的部分呢，有点落下来那个东西啊，大概已经有一个部分那个木料方面的烂掉了。那么这个烂掉呢，这个蚂蚁啊出了一点，所以蚂蚁有出的这个灰尘延满到其他地方去了，这个赶快要整理，这个是一点。其他呢就是说。其他那个有的偏号码的那个小立牌啊，有的就是生锈了，这个赶快也是同时的进行来整理，不然的话将来那个牌号丢掉的话，就是比较不好找的。平常话这个签证这种图哈，这种差不多一般的新的设计图哈，差不多3倍半到4倍那个时间了，爱给3倍半至4倍时间了。
因为安那伊这都爱一点一点一度一个牛，啊，你叫现地牛了倒来吼，回来再画图，再正式画图，我按照这个比例画图，画图画来了，再拿到现场去对，对了后这个再修改，修改以后还有2次的对照，结果修理好，啊，再我摕去对，啊，这就变3摆咧，我3摆，啊变成3摆半至4摆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要这样，而且普通人唔知啊，这个数字还差距很大。这当然是这做法吼，当然是比这较省个要较省一半工嘛有法度啦。但是这种后摆你做的时候，遐是寡这匠师啦，这营造厂他就在那边混乱，混乱的时就乌白创，变做无按照规矩来，但这你。图写得很清楚，人家按照你这个图样来做就可以了。啊，你图无清楚，伊就爱半想半想啦。但是唔知安怎，唔知就总想的啊。啊，你着图啊，画清楚，照这样吼。即地是倒位啊，换一笑成摆倒位啊，啊，去偏好甲摆偏好图啊，甲这个啊，逐地甲填落来就图啊好。这种图吼，我们现在讲，中华民国唯一的最完整的一个图。不但是这个我们自己讲的，世界上都有人认证我们这样这标准的。好，咱即摆讲日本人嘛讲，日本人我讲一个例外讲，看我这图吼，看这份图，讲要甲我买图啦吼。讲李先生，你这份图来买我好无？我讲，我甲因讲我无咧卖图啦。啊，尾就我个顶头就1-2分钟讲，我送你使啦吼。日本人咧笑出来讲，你这款人才画这款图，你这款人才画这款图，非常咱即摆讲是非常最标准的，非常相信，比这个相信没有了。老先生的特质呢，就是说脚踏实地。我们的师母啊，就形容他是一只牛啦，一步一步的哦，就是很踏实这样子。那你知道古迹维修第一个步骤就是调查，调查呢就是要测绘测量，哦，那些事情其实就是想象中你必须要一个很凌乱的工地里面。甚至略带一些危险性，哦，爬那个随时会坍落下来的屋顶，这些老先生他都自己做，他事功必亲啊，就是说，即便是再小的事情，啊，再出众不好看的事情，哦，就是说。他会自己去做。哦，但底下足奇怪啊！咧，看这边有影无？我这有一个正，有个正正是有影，这黄要就基本上就这方块就大路，啊，这个有安尼样，所以有种的模样。啊，为种伊爱查。其实光复之后呢，其实还有很多的神社是保留的。61年初我们退出联合国嘛，就退出联合国之后没有多久，我们就中日断交了嘛。所以中日断交之后，那时候是对于这种仇日的那种情节，那时候在殖民时期有198座的神社，全台湾是大量的被拆除。那还好这个是没有被拆，为什么？因为它躲在那个虎头山上，是因为因为要竞图，说要盖一个忠烈祠的这个新建计划。那我们就说地址在哪里？我们就到现场去，要去会勘嘛。
说实在，我们一来的时候，我们2个人都吓坏了，都吓坏了。所谓吓坏了所谓吓坏是很惊讶，哇，台湾怎么还有这么漂亮而且保存这么完整的神社？那尤其是我父亲，因为他生长于日据时代嘛，他对日据时代的这种神社的木构造的建筑，他特别有研究。我来自日本新家，这就讲日本新家我拆掉，要改建就做中艺术啦。比大的时拄啊比着第一名我得着，还是我记者出来伫啊，记者捌我来讲，你先恭喜哦。我安尼讲我说恭喜，日本现在去台湾去遮，有198间，这间是197间拆，197间剩这间上所谓一间，这间若叫拆掉了，我感觉讲上所谓这间拆掉，我感觉我真难看。这他一直觉得，政府用这种政治性的一个考量来破坏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瑰宝，他觉得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事情。这都不是日本的，这是唐朝时代的中国传统的建筑。这我拢共款就有法哦。这个临安太古厝的这个工作开始，我父亲就发觉他不对啊，我们这些雕刻的这些师傅啊，泥水啦、什么剪黏啦、什么胶纸烧啊，这些工匠，一个一个都凋零。国家应该要有一个制度，有一个体系，来培育这些工匠的技术，能够去保留这个下来，所以才去成立一个，所以说古迹传统匠师的一个训练营。那时候我们跑到那个台南有一个什么职训局，还有台中的职训，一年在台中上课，一年在台南上课，每个礼拜的礼拜六跟礼拜天2天，每次去上课的时候，大概在6个小时到7个小时，他是从早站到晚上，他都没有坐下来休息。这个绣花做干部的。他是80几岁的人了，他还是很坚持。然后他一上课，然后看着他们实际的操作，他一个一个看，全部都是站着。我常常怕他身体会不好，就说现在咱休困起来，不要紧啊，他就是这样子。现场在报木啊，报那个大木匠师，他们报做那个榫头，他就教他们做。然后那个水泥的，他就教他们怎么砌砖、怎么雕刻、怎么都在教，彩绘他都在教。那有些我们会再找一个比较老的师傅去教，有时候课程我说现在今天日那个师傅去搞的后你别去了，他说不行，他已经要到现场。其实他今天不是他没有在教，他有在旁边看那个师傅怎么教。真的好佩服他哦，真的是我都累得要命了他不会他精神精神都来了，他一在上课精神都来了。所以我读册我老师讲一点我就去。像我这阵我讲啊，我咧讲课的时候，我老师会照出来。就是影像了。他在教书的时候，他前几年不是都在教这个史记的这个匠师班嘛？他说他在教他们的过程当中，以前他老师在教他的那种影像，他就是浮现在他的眼前。伊个相有哪会照出来？家己想想咧，我感觉讲我真的后果。我家己一点一滴我拢会讲个。所以普通迄个艰苦，大家拢讲输我啦。我教恁怎会讲个？教个。
悲哀所在，流目屎。其实大家对他的工作态度大家都很认同啊。虽然他是很严厉，可是在他的身边，大家都可以学到非常的多的东西。所以现在很多的外面很多建筑师都是他教出来的，都蛮有名一些建筑师，大家都很佩服他。他教你，他不会藏私，他会把他手上所有的东西都教你。这座拥有154年历史，是现在台湾唯一存在清朝官邸的林家古厝，被921大地震震的是面目全非。原本雕梁画栋、平台楼榭的2级古迹，才经过整修完工，要在今天验收。没想到，像是经过战争，一夜之间全城瓦砾废墟。那说实在，那时候我跟我父亲来，还有一些事务所同仁来到现场来勘察。那事实上，我们来勘察的时候，就是一片废墟嘛。就好像战场上被轰炸过的，全部都倒了，然后就密密麻麻就全部就堆积如山。那看完了之后呢，我父亲就猛摇头啊，然后就坐在那个树下坐着，然后就坐在那边发呆，这样看一看。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这哪有可能走啊？啊，这是不要他闯，不可能的代志。”然后好几个长官陆陆续续打电话来给我父亲，拜托我父亲能够接下这个案子。那当然，我父亲那时候也思考了，也参考了一阵子，就是说，哎呀，大家都既然这么说了，而且有这么多的长官在拜托，然后后来我想他的心境大概是想说，反正我也80岁了，好吧，就豁出去了，就把它当做人生最后一个封笔之作吧。我想他大概是这样的心情。我看那个真的很复杂是啊，是很复杂。它一个一个这边削掉，那边然后一个砍，一整拢无用钉啊嘛，无钉啊，弄是用安尼插顺。这个那个时候人的头脑真的是对，第一个头脑好，第二个要有会耐心。很少见这样子，可以让他们恢复，这样真的不简单。是，这个好美啊！对，还可以弄得起来，真的是。对，有一次来的时候，好像不知道看到哪一个斗拱，还是哪一个插花，哪一个雀替，他就说：“哎，这个为什么给我做新的？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有看到，是旧的啊，啊。”然后那个营造厂就想说糊弄他说没有啊，一直都没有找到啊，怎么会有旧的？然后他就叫我们那个主任说有，上次我来的时候有看到，我还特别请那个主任拍照，然后他就叫我们那个主任去把那个照片档案去找出来，对，然后他就找出来说哎有啊，然后就要求营造厂说你就想办法去找出来，你不要给我蒙掉了啊，所以他在这方面。我想他很坚持哈，那我想应该作为一个古迹的一个修复哈，我想这个坚持是必要的。我父亲的一生，他没有做过其他的行业，他一生就是做他的专注在他的建筑领域的这个工作，所以我相信就是说我父亲的成就。我个人认为，并不在于说做了多大的
伟大的这种所谓的建设啦，多么伟大的建筑哦，而是在建筑业这个行业里面，它能够受人尊重，就是一个诚信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经常教导我们，就是说，这个房子你一定要当作是你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这样子的用心的态度啊，这种心态去从事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工作啊，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觉得在他身上给我们年轻人的一种启发。好，在舞台下方进行颁奖，感谢您。请现场我们的贵宾掌声鼓励。这一次文化环境文化类的特别奖是由崇耀建筑师事务所的李崇耀建筑师所获得。他今年高龄已经90多岁了，但是依旧的为台湾的建筑界付出努力，因此荣获了这一次最佳环境文化类特别奖的殊荣。咱较实在啦吼，咱无钱咱也袂，无钱有钱无钱拢无咧想啦。啊，是像讲咱是讲做这代志，讲咱做这代志话，对社会若较有对有帮助，你会当帮助人啊代志安就好啊。我从事这种行业以外，咱不会，感觉是讲啊，我著做这，我著会晓这个，我我毋捌，我著做这较认真的。咱无认真，咱著含慢，咱著干认一步真啦。我含慢莫含慢，我认一步真啦，安尼就好。我是常常都这样想的。父亲曾经在他工作了60年之后，80岁的时候写下他的建筑观。他说，建筑师对设计工作应有一定的执着及疯狂。每当我坐上图桌面前，我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完全陶醉在创作过程中的喜悦。60年来一直如此。建筑艺术无言，无声有言。建筑值得倾注一生的热情。我更以从事建筑这一行为无比荣耀的事。